家好，我係 Railway Researcher。今次港鐵新一輪 Chikawa Artiverse 主題輕鐵正式在兆康站首航，小弟就揀咗2點15分嘅班次，行駛路線由兆康開往屯門站，並且由三聖總站掉頭，中途會喺市中心停10分鐘俾大家打卡拍照，最後前往屯門站解散。有興趣乘搭嘅朋友必須在指定時段購買輕鐵旅遊證，每位港幣88元，並送輕鐵即日免費任搭。
啱啱好啦，我見到頂層嗰陣時，呢個咧就暗啲，呢個就啱啱係有太陽就好。有太陽爭啲嘅太陽。
隻如果你學，咪即係啱啱食咩嗰啲咩？呢個好似係去，好似嚟買嘅。似翻高高級嘅嗰個地方啲。都有啊，呢隻都係我嘅。就換咗十年。OK，幾好啊！好似發唔到啊，因為啊，好多嘅原來啲散紙要揾啲舊散紙，跟住之後咧有啲酒力，即係有啲分啊，係啊，佢話老豆話。可能兜個圈咯，你嚟做到夠咯。我話呢邊安定，呢邊係安全嘅，嗰邊先有惡。如果佢唔去到元朗，翻返去兆康就再搭車再逼翻去屯門嘅或者係美灣。反正係啊，係我呢度全部飛嚟講話，近啲你可以去元朗食嘅。因為預咗元朗嘅話，我嗰個咧出嚟已經唔喺深水埗啦，你遠行去咗元朗。我本身諗住約你嗰時啊，今日約你交收完之後，跟住你係喎，下面可以一齊。只要你唔介意話啊，搭車前要出嚟。我搭西鐵行多2個站嘅啫，我小康行啲啦。你手擺後邊。